来看台南已经是第2年举办台语节活动咯。今年串联府城的传统文化、地景人物甲文本，规划市啊戏剧、音乐会等多元的活动，甚至头一届和在地棒球队合作规划无同款的互动游戏。台南市的文化局是希望讲，望这台语会当走向主流化。水无唔对啦，我甲你讲哦，伫咱台湾这块土地，400公顷，也是要做生意。 你可拢爱用台语呢？铁基路边创作者用戏剧的方式来呈现今年台南台语节的多元表演形式，不论笑话、念诗，拢通用母语、毛语的表演团体，教学用台语来扮演经典的戏出。活动9月7日要伫5横艺术中心起稿，这回以台语起风做主题，文化局讲这代表母语继续生团意涵，推出各种类型的活动，和各族群拢有接触的机会。办一个台语的市集，阮是做较复古的物件，比如讲，阮有做一寡书法吉祥话，好叫大家当讲一寡好听话，我嘛有找会当讲客家语，也佮讲台语的网红来甲咱做对谈，讲为虾米伊要用伊的语言来做这个物件。第二个路线就是阮的带大家人去熟悉台南的传统的产业。台南台语节到达第6档，是全国头一个以语言文化做主题的活动，那结合传统，嘛参在地棒球队规划互动游戏。另外，伫联合国评为语言顶级中。 台语来做消息的第3集，有作家认为台语有其他语言无法度代替的情感，应该赶紧挽救这款局面。古早的话吼，无当听，真有当时啊少年讲的台语哦，阮听无啦，慢慢会消失。这若无赶紧抢救，这就是一个死亡的语言。是40岁以下这辈吼，母语的这个普遍性较无遐悬，所以按怎去了解讲到底这个社群。 伊的这个文化的参与的方式到底是啥？吼，当要安怎甲遮的空间，吼，甲遮这个较新的形态文化活动相结合。今年是王玉德台语博士100周年的纪念，市府嘛特别参新台合作举办国际研讨会，要让大家了解先辈过去伫台语文推广的贡献。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